位伫台南客家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经过半年外的筹备，首次打造动物主题餐厅树顶屋，推出各种的动物主题餐点，并且甲世界面包冠军师傅吴宝春来合作，研发长颈鹿加斑马花纹的吐司等联名的商品，并且伫日前共同主持开幕式。3、2、1，请用剪。恭喜树顶屋正式开幕。我们台南呢是美食之都，要在这边呢盖一个餐厅，真的是一个非常压力很大的事情。那要如何做出差异化，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后来呢，我们就决定为这个树顶屋餐厅呢规划了3个主要的一个主题。第一呢，是我们希望有动物的元素；第二呢，我们希望是有在地的食材；第三呢，是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异业的合作。在动物的这个主题这个方面呢，我们呢特别在我们的装潢还有我们的餐点，我们都融入了动物的元素。另外呢，我们也把台南在地的小肉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碰饼，都成为我们餐点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吴宝春师傅和我们顽皮世界一起研发制作了具有动物特色的吐司和饼干。我们从吴宝春师傅身上呢看到的职人的专业，那种态度和精神呢，是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的。总之，包含了动物元素，包含了在地的食材，包含了我们的异业合作，让我们的树顶屋餐厅一定会是全台湾最好吃、最好拍的动物主题餐厅。吴宝春表示，因为是当外前带着专家去园区来佚佗，伫个甲园区可爱的动物亲近接触的时，感受到新鲜的放松，因此想讲将动物抠门的模样融入去面包，敢若是动物的花纹，不但爱做个成，就连手工饼嘛是用手来画，一笔一笔雕刻，相当的费工。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然后做动物造型，那搭配的一个合作，所以我其实这样子一个合作模式，我觉得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了，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很费工，它是完全就是很费工，就是光一条吐司呢，大概做完整形完大概10分钟，因为我们在整形的过程要怎么样让呢拟真啊，就是说看起来它不是只有比如说那个斑马，它不能是只是说一条白色的跟一条红色的叠在一起，它就会变成斑马。不是，我们要让它有波浪形，然后像斑马的一个纹路这样子，所以它这样子看起来才比较像。对，那包含那个水豚饼干也这样，那个水豚的那个饼干的那个造型呢，它是我们师傅呢，他是因为没有模具，我们没有模具，所以他是用手先去画。先把它画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去把它画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去把它刻，好，然后再把它那个壳子刻完之后，再把它贴在饼干皮的上面，然后再把它雕出来。那雕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它的脚啦，还有那个嘴巴啦，都是用很细的那个就是那个笔呢去把它点一下，点了之后它点得很整齐，然后这样看起来才会比较像。我第一次来这种有动物相关的餐厅，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棒。那像这个水豚包，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尤其是这个鼓掌包，这个乌龟的包子，这乌龟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好像是挂包吧？这个挂包它的长相还有那个真的跟乌龟很像哎，而且还做绿绿的壳，我就觉得超级可爱，超级可爱的。吃起来口感吃起来口感，这种其实像我们在这边的话，平常很热啊，对不起，就很热的话，其实像这样吃起来就觉得很舒服，而且还有一些融入台南的东西的特产，就觉得就是来这边吃真的太划算，而且好棒哦。业者表示，目前动物主题餐厅总共推出3种动物造型的餐点，有羊驼造型的烩饭、水豚包子儿童餐，加好运龟脯包的套餐等。在开幕期间，民众指定特餐翕相打卡，还用得到吴宝春的手工特制的水豚饼干，不但造型趣味，而且还亲像游客和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